家好，我是民主，欢迎收看《狗狗讲学话》。今半夜，你来到关系嘅托马豆农场，两位嘅托马豆啊，種類當多哦，巴拉必卜，可能以為冇爸爸哦，你一下就同大家嗰啲看啊。Hello， 大家你好，主持人你好。哇，你看托马豆怎么这么多种类啊？哦，这托马豆差不多40啷只品種，看起來巴拉必卜。真勁係巴拉必卜，可能我就冇爸爸了。真勁呢？真勁哈！你像那種係米格的托馬豆，像個葡萄蓉。啊，葡萄蓉哎，那就是按紫黑色。酸甜哈。皮比較薄哦。皮凍薄。好好吃。哦，還有種那種係凍生雞，那係意大利的黃金托馬豆。Italy，come from Italy。好吃嗎？真的好好吃哦！係農場摘托馬豆當生吃耶！到底摘到當到世界托馬豆，唔是出街咯，唔是坐飛行機，做到是到當到世界托馬豆。所以大家一定要記得，係農場摘托馬豆當生吃。精致农业透过温室的栽培，生产出许多不同的品种。在老板的辛勤耕耘之下，休闲农场的名气已经红遍了全台湾呢。不管是平日还是假日，都有满满的游客哦，来这里采番茄、认识番茄，建立起健康乐活的番茄王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明珠。今天教的单词你们都有学会了吗？在这边我带大家一起来复习一下哦。第一个看到的就是番茄 tomato。第二个要来学的就是农场农村。第三个，让我们一起来学一整句话哦。去農場採番茄很有趣。去農場摘 tomato 當生吃。去農場摘 tomato 當生吃。大家都有学会了吗？下一次一起来体验采番茄的乐趣吧！下次见喽，拜拜。